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袒护着你，子不教，父之过呀。爹爹，我都怪我平日对你管教的太少了。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说的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听春花说，扬州来的画师把招亲的谜底给解了，后来他们又走了。女儿一听急了，又不敢跟爹爹说，情急之下，只好女扮男装私下上了街。女儿没想到，爹爹也跟着上了街。女儿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去看看，只是想知道解谜底的是什么人。啊，现在你见到他们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爹爹也看到了他们的人品和画品，那么让人敬佩。爹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件事你要让爹爹做主啊？可他们都是外乡人呐。外乡人又怎么了？爹爹没忘记吧？设谜招亲的时候您说过，谁解了这个谜，女儿就嫁给谁。可是谜底人家解出来了，爹爹却自食其言，将人家拒之门外，不理睬。女儿想问个明白，爹爹如何解释？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你就忍心离开爹爹啊？爹爹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那么多的王公大臣、文人墨客都没有看出那副对子藏意到底是什么。有人说出了谜底，他就是跟女儿有前世的缘分。梅子，你起来吧。谢谢爹爹饶了女儿。大人，奴才打听到了，扬州的画师住在碧云寺，他们早出晚归。爹，梅子，那你说吧，怎么安排？快到碧云寺去，把扬州来的画师们请到府上来。做客。去吧。这爹，你真好。好什么啊？厚脸皮。大人您回来了，都给我滚得远远的，出去！是。我叫你画，金老师生这么大的气是怎么回事啊？学生还是第一次看见您动了这么大的肝火。林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啊！哎呀呀，老师严重了，严重了！您是我的老师，学生永远是老师的学生，只因公务在身，未能及时前来为恩师消气，还望恩师海涵呢。你都知道了啊？管家都跟我说了。学生之见，恩师何必与那些平民画师一般见识呢？来，把这些字画再挂起来。耻辱啊！想不到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竟然受到这般凌辱。学生这么想啊，那几个扬州画师无足轻重。问题的要害是，听说御画师李善和直隶总督钟文奎也都没给老师面子。哎呀，我就是为此事生气啊！这两个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，一个是南书房行走，一个是直隶总督。金大人，郑板桥的临摹娟秀妥帖，有深有意。在场这么多人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如若失言，
恐怕难以服众。你们身为君子，说话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哼，也不知道羞得慌。大家说，这银票该不该给人家？拿着吧。哎，林大人，你妹妹入选后宫，已是皇上的爱妃呀。你要是出面说话，这分量就不一样。你自己又是吏部侍郎，林大人，老夫就是指望你出头啊。老师您高抬了，您的名望在宫廷内外也是人人皆知的，为您出这口气，学生义不容辞。不过轻重缓急要有个安排。对，里面请，请。来人呐，备酒。是。哎，我说板桥啊，你小子命真大啊！要不是总督大人出面呢，你今天就脱不了身，回不了碧云寺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总督大人想把女儿嫁给他，收她做女婿呢。我这脸脏胡子谁要啊？给皇上这个小白脸最合适。对，我倒想要，你总督大人看不上我呀。哎，那是谁呀？去问。请问这位先生，青阳大师他现在在哪儿？啊，他在后禅房念经。哦，谢谢先生了。多谢了。哎，这边走。走。京城的文人莫可多呀，你们的字画，喜欢的人多吗？不瞒大师说呀，他们几位的字画笑得都非常好。是啊，京城的百姓倒还都喜欢我们的字画啊。听你们的话意，板桥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了。麻烦总会遇到的，不顺心的事儿，还是不说为好。我这种个性啊，到哪儿都讨不了好。板桥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处事不要太要强。接着说。我听说钟文奎和贵州总督阿坤一直不和，我去安排人找阿坤，让他找钟文奎的把柄。好主意。至于那个李善嘛，对付他容易，他是您的属下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找他的茬，让他日子不好过。老师，您再听我说下去。老师，您还记得当今皇上的小叔慎亲王允禧吗？想当年，他不也是恩师的门徒吗？哎呀，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后来呢，他更偏爱诗词了，我也就不便高攀了。不，慎亲王生性笃厚，他断不会忘记恩师的一遍教诲。恩师在大街上受辱之事，一旦被他知晓，你想他能放过这帮扬州浪人吗？哎呀，可是慎亲王在紫禁王府，郑板桥他们在碧云寺啊。巧就巧在慎亲王为了寻个安静之地吟诗作词，不日前也住进了碧云寺的后山。这帮扬州人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现在只要找个人在慎亲王面前说上几句，咱们再添油加醋的给他编排点儿，说扬州人背地里讥嘲他慎亲王的恩师。你想，年轻气盛的慎亲王会轻饶了这帮扬州浪人吗？哎，这说起来容易，
可谁能说上这种小话呢？恩师不用发愁，人选我已经物色好了。哦，谁呀？大人，大人，小的已经把扬州来的几位画师从碧云寺请到府上来了，请大人入席。啊，快请！啊，来，好，来，请。谢谢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啊，不必客气，请钟大人请。来，钟大人请。说起金敏之啊，他曾经做过皇上的太师，如今又身蒙圣上的宠幸，霸道的很呐。今天你们呐，算是和他结怨了。嗨，反正本来我们就跟他不认识，更不和他往来，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就是此言差矣。有他从中作梗，你们的字画要想在京城站住脚，那就比登天还难呐。我看那个李善大人挺公道的，他不也是宫廷大画师吗？不错，说起他呀，也是你们扬州人。他是皇上身边的近臣，南书房行走。今天他当众替你们说话，他已经担着与金敏之不和的风险了。是这样啊，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心，李善他自有办法避开金敏之的锋芒。来，各位来，请，大人请，大人请啊！来，板桥先生，看了你的字画，就像你的人，很有个性啊！他这个人性格倔强。你笑什么？死丫头！理不认人呐！恨小姐不是男儿身，不能和那些才子们同杯共饮。爹也真是的，光顾着喝酒，也不提那副对联的事儿。老爷也许不便开口吧。周大人请，再喝一杯吧，来。他不开口，我开口。